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肥咕碌，今日會帶大家嚟到澳門巴黎人酒店住一晚。佢係2016年開業嘅，已經9年㗎啦。另外呢，就會再帶大家去食巴黎人自助早餐。早餐呢，竟然連龍蝦都有啊！想知仲有啲乜嘢驚喜食品呢？可以繼續睇埋落去啦。睇片之前呢，歡迎大家訂閱我嘅頻道。咁今次呢，我哋就喺港珠澳口岸搭金巴，再轉乘發財巴嚟到巴黎人酒店住一晚。今次呢，入住嘅係香檳大床套房，有2張床啦。2張床嘅中間呢，就有個茶几，上面呢會有2個插座，可以呢插3腳插嘅。LCD 電視櫃，同埋有個趟門呢，可以隔開廳同埋睡房嘅。到另一邊客廳呢，會有梳化、茶几，仲有書台。呢一邊呢，亦都會有一部 LCD 電視。睇唔同台嘅話呢，大家就唔使爭啦。廳入邊呢，仲有一個 O 禪嘅腳部按摩器，佢配埋一對襪呢，咁啊確保衛生乾淨啦。頭先都試用過，其實都唔錯嘅，有按腳模式啦、震動模式啦，亦都可以暖腳㗎。隔離茶几呢，有部空氣清新機。去到大門玄關位呢，就有一部 Nespresso 咖啡機、熱水壺，仲有6支水。拉開櫃桶呢，我哋會見到有杯提供啦，亦都有 capsules、綠茶茶包同埋英式早餐茶包、Coffee Mate、咖啡糖、白糖、代糖都有。有個更衣梳妝區。有充足嘅位置可以掛衫，亦都有熨斗同埋長遮提供。另外一邊呢，就會有化妝台。去到浴室位置呢，我哋就會見到一個大浴缸。隔離就係一個企缸啦，入到去呢，就會見到好幾個蓮蓬頭嘅，包括上面一個啦，側邊又有一個嘅，非常之闊落啊！咁呢，亦都有去法國品牌嘅洗髮水、護髮素同埋沐浴露嘅，用呢一個就可以控制到佢喺邊個蓮蓬頭出水啦。出返去呢，我哋就見到雙星盤啦。呢度呢，都提供咗牙刷、牙膏、梳、浴帽、剃鬚刀、護理套裝，仲有呢，佢嗰個法國品牌嘅潤膚露。下面有浴巾同毛巾仔。獨立嘅廁所位，一行到入去呢，廁所板呢，其實就會自動打開啊！係一個智能馬桶嚟㗎，佢亦都有沖洗功能同埋吹風功能。第2朝呢，我哋就去咗巴黎人自助餐，佢嘅早餐呢係非常之豐富㗎。第一件事呢，就係即場嗌佢哋3款即叫即煮嘅菜式先，有金銀蒜香葱蒸波士頓龍蝦，同埋菠菜奶油芝士焗扇貝。食落呢都係好彈牙同埋啖肉啊，唔錯唔錯。個扇貝呢就有少少硬硬地啦。仲有冬蓉竹笙花膠瑤柱羹，係你想象到嘅味啦，正常常。之後呢，帶大家睇下自助餐區，嚟到魚生區。除咗呢頭先個龍蝦之外呢，其實我都未見過呢酒店自助早餐係會有即切魚生㗎。另一邊呢，仲有啲沙律同埋壽司。有沙律菜，仲有啲呢日式配料植物，例如櫻花章魚、中華沙律、青瓜、牛蒡、蘿蔔都有。側邊仲有麵豉湯，仲有好多配料。
白烚蛋、鵪鶉蛋，仲有即切牛柳。前面呢仲會有啲烤蔬菜啊、大蒜、香草俾你加上去嘅。另一邊呢有蜜糖蝦火腿，有唔同嘅醬料呢俾你撈落去嘅。熱食區呢有南瓜、茄汁豆、炒菇、喇沙醬三文魚配蔬菜、脆煙肉、豬肉腸、雞肉腸、葡國咖喱雞、日式紅鯛魚配白芝麻、油炸鬼同埋炸芝麻球、燕麥粥。側邊呢仲會有啲杏仁啊、提子乾等等俾你加落去嘅。麵包區呢就會有花生醬、Nutella、煉奶、Vanilla Cream 俾你呢去烘麵包之後搽上去嘅。後面呢仲有好多麵包種類啊，隔離仲有多到介紹唔晒。仲有格仔餅、窩夫同埋 pancake 區，會配呢楓糖糖漿啦、士多啤梨醬啦、杏仁片等等。又翻返去熱食區啦，我哋有呢薯仔豌豆咖喱啦、鷹嘴豆咖喱，配呢個印度薄餅嘅。另一邊呢仲會有啲印度脆餅啦、咖喱角啦，下面呢仲會有啲芒果辣醬、酸奶醬或者係芒果葉菜俾你配埋一齊嘅。穀物區呢有好多配料嘅，有葡萄乾啦、蔓越莓乾、西梅乾、杏仁片、葵花籽、南瓜籽等等。有新鮮牛奶、脫脂牛奶。穀物有卜卜米、雜果麥片、粟米片、可片等等。水果區呢有西瓜、哈密瓜啦，哈密瓜係超甜啊！仲有火龍果、菠蘿、提子、圓過蘋果都有啊！仲有韓式鮮蝦煮年糕，仲可以配蔥或者紫菜碎。側邊呢有韓式醬醃雞蛋，隔離仲有韓式醃青瓜或者泡菜，有蒸番薯、炒菜心、炒飯、炒麵、XO 醬蝦球炒青瓜。對於我嚟講呢，其中一個最驚喜呢就係酸湯麻辣龍蝦鉗啊！佢係任筆任食嘅，同埋好快俾人清晒嘅。另外仲有咕嚕肉、茶葉蛋、薯餅。冷盤區呢仲會有 Parma ham、啲煙燻火腿啊、火雞啊、salami 呢一啲嘅。隔離仲有配唔同嘅芝士。有煙三文魚，上面仲有啲餅乾條嘅。Yogurt 區呢有唔同嘅味啦，士多啤梨、原味藍莓、雜果嘅都有。沙律區呢有沙律菜啦，同埋有啲涼拌喺後面嘅，超多配菜同埋醬料。飲品區呢有益力多、香蕉奶昔、芒果奶昔、椰子水、西柚汁，仲有菠蘿、木瓜、百香果、山薑混合而成嘅果汁，非常之多選擇啊！呢張台後面呢，其實仲可以整埋咖啡，側邊呢仲有鮮橙汁、蘋果汁、檸檬水同埋凍茶。
甜品區咧有旋轉木馬，上面咧有好多 mousse 嘅，有開心果味啦、朱古力味啦，亦都有原味嘅，亦都有撻啦、冬甩啦。呢邊咧仲有啲丹麥蛋糕、muffin， 仲有唔同種類嘅牛角包。後面有葡撻、菠蘿包、丹麥包。清爽嘅白撻，仲有杏脯撻。點心區呢會有蒸香西餃啦，隔離呢會有一個椒鹽花卷啊。最後仲有豬肉蝦仁燒賣。粉麵區呢，佢會有傳統嘅拉麵啦、刀上麵啦，有個叫大夫拉麵啦。越南河粉湯底咧有雲吞湯同埋牛骨湯俾你揀嘅，仲有好多配料啦，包括雲吞啊、菜啊、肉丸呢啲嘅。到而家睇翻啲片呢，都真係流晒口水啊，因為真係太多選擇啦。有自製甜品啦，窩夫上面加個雲呢拿雪糕球。仲有我最中意嘅麻辣龍蝦鉗，一啲都唔辣，但係好惹味。仲有帕瑪輕配哈密瓜，哈密瓜係非常之甜噶。咁同大家講講呢度嘅價錢啦，佢呢自助早餐係澳門幣362蚊成人，兒童呢係澳門幣181蚊起，有加一服務費。咁時間呢，佢係朝早7點食到晏晝1點添噶，食到勁晏都得。另外咧，今次我哋係咧經金沙卡換領酒店房嘅，咁俾大家睇睇 trip.com 如果 book 房嘅價錢係點樣啦。如果咧唔包早餐嘅話咧，平日大概2460蚊；如果咧想包埋自助早餐咧，就會係大概3241蚊左右嘅。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咧，都可以 book 嚟試試啦。最後咧，如果中意我嘅介紹咧，就可以訂閱我嘅頻道同埋 like comment。Thank you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